本節目所分享之內容均取材自歷史檔案、新聞報導、民間傳聞及相關知情人士之口述，部分情節、對話或人名已進行藝術化改編與適度化名處理。節目旨在探討昔日社會案件背後嘅成因與人性掙扎，藉此反思時代變遷並保留本土都市記憶。所有情節不針對任何特定機構、在世或已故人士，亦絕無意圖誹謗、影響司法公正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。節目中除公開資訊外，其餘情節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時間返到去1920年代，香港仍然帶有維多利亞時代嘅餘韻。當時社會底層暗流湧動，尤其喺西環堅尼地城一帶，聚集咗大量依靠體力勞動為生嘅咕喱。1920年5月，堅尼地城貨倉前發生咗一宗血案。佢唔係一宗普通嘅兇殺案，更加反映咗當時咕喱階層為咗生活而進行嘅殘酷鬥爭。1920年嘅香港正處於戰後經濟波動期，堅尼地城臨海一帶多為貨倉同碼頭，聚集咗大量咕喱。當時有一種被稱為牛王嘅稱呼，指嘅係碼頭貨運界中極具蠻力、行事兇悍嘅搬運工頭目。案發喺1920年5月20日，地點位於西環堅尼地城某個貨倉前嘅空地。涉案人麥某與陳姓咕喱發生激烈衝突。根據歷史記錄，兩個人之間積怨已久，起因與當時嘅米荒同埋割包有關。割包係指咕喱利用工作之便，偷偷割開運送嘅米袋，盜取白米轉賣。當時米糧短缺，米價高漲，呢類行為雖然係屬違法，但係喺艱苦環境下屢禁不止。死者陳某喺入行前曾經為牛王仔，意味住佢曾經喺碼頭地盤上具有威勢，或者係規矩嘅執行者。涉案人麥某因為喺割包搶米一事上受到陳某嘅干涉，導致利益受損，長期積怨。1920年5月20日，衝突爆發。檔案記載只係以刺死二字概括。涉案人麥某極可能係攜帶利器喺貨倉前嘅空地上，當眾對陳某施以致命襲擊。陳某當場倒喺泥沙地上身亡。涉案人麥某好快被逮捕，案件提交法庭審理。從判決結果嚟睇，法庭並未接納基於義憤或者自衛等抗辯理由，麥某被判處死刑。根據資料，麥某喺判處確定之後，喺死囚牢房中等待咗2年幾。1922年10月25日上午6時正，麥某被帶上絞刑架伏法，案件至此終結。從更廣嘅歷史角度嚟睇，呢宗案件隱含住時代嘅悲歌。割包搶米實際上係底層市民對生存嘅掙扎。1920年前後，香港物價波動劇烈，咕喱生活極唔穩定。死者陳某曾經作為牛王仔，代表嘅係舊秩序，又或者係既得利益者嘅打手。其干涉行為可能並非係為咗維護法律，而係維護碼頭地盤嘅規矩，甚至涉及分贓不勻。麥某或者只係一個想喺亂世中爭多一口飯嘅普通人，卻因為衝動用刀毀咗2個家庭。判決嘅嚴厲性值得深思。喺當時嘅英國殖民法律體系下，對華人社會內部嘅暴力衝突往往採取高壓手段。判處絞刑唔單止係懲罰麥某，更加係為咗警示堅尼地城成千上萬嘅咕喱。法治之下，任何私刑或者暴力奪命都必須以命償命。呢單案嘅判決喺一定程度上震懾咗當時猖獗嘅碼頭暴力，令到堅尼地城嘅貨運秩序喺之後嘅一段時間內相對穩定。而家嘅堅尼地城已經係港島線嘅地鐵終點站，周圍都係 coffee shop 同埋豪宅。西環海旁嘅夜晚，
情侶散步觀賞夕陽，仲成為好多遊客嘅打卡熱點添。100年前嘅同一個位置，曾經有一個咕喱倒喺血泊中，另一個咕喱喺2年之後嘅清晨走上絞刑架。案件中嘅當事人冇贏家，麥某嘅衝動、陳某嘅霸道，最終都化為歷史檔案中嘅幾個字。呢種案件提醒我哋，社會嘅繁榮同穩定建立喺無數慘痛教訓之上，同時亦都讓人反思喺逆境中點樣守住人性嘅底線。喺衝突面前，理智與法律遠比刀鋒更為強大。尊重歷史，尊重生命。但願100年前西環海旁嘅腥風，一早已經被維港嘅海風吹散。願逝者安息，生者見成。